分子数因为2个，这个数该是叫做哪？该是叫做多数，该是叫做自然，该是叫做无做作，该是叫做按手机，无去要求的意思。这个数叫做艺术。各位，我们不要造作，修到恶想安存，咱嘛无去做违背咱的良心。咱为着咱一个良心的出发，叫做数。数就是咧讲，咱的话讲，因为你数因为你按照道理本身该去做，你不管用意味，这个分子读书袂违背咱的良心，也袂超过伊的能力的数，甚至也袂随便爱打的数。你做袂到，你无必要去买。哦，你做袂出来，你无需要去买。你嘛袂使违背你良心的。数的是很家族里面的，他没有照做，因为只照，这个是很问题。那你们来讲啊，用人家的热脸要贴人家的冷屁股，还是怎么样？哦，你照做，哦，你为了表象，你为了要展现你的能力，你都要照看。我最喜欢那几个政治家啦，哦，会展现他的能力，他的我能，他的我慢，他的我吃，都展现他个人的这个一个好像是个人能力很好，这个违背他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数意味题，不管何意味，你这个分出来了，你做代志绝对伊袂去违反伊家己良心做事，袂去做袂到，伊随袂去按照做代志，不管何意味。所以后来就为咱我们表出来，这写里面就是你啊按照你的误会，你的误会的，你并且到，你已经犯完那个边界的地方，已经边界地方的道，当然，喜欢这个代表进入这个环境，啊嘛讲绝句，它是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开花啊允许的国家。所以里面环境不要让大家看不懂，而且有些人很高谈，越说呢。